副输入馆，半点钟到倒位，点钟来到倒位吼。咱这有一个蔡大哥，非常有心，咱今日呢在河中呢来献唱吼，所以呢杀到牛岭要来分享。牛岭，是。来，蔡大哥，这牛是家己饲的吗？是牛吼，咱这个所在，咱柳叶生产牛岭，所占咱全国的1/6吼。咱的观众朋友可能唔知讲咱这吼。牛岭是咱家的特产，有光前味前统一哦，拢来咱家抽牛岭，所以吼，咱就是甲咱的牛岭看，我都甲咱介绍出去吼，无人都唔知咱柳叶才有遮济牛岭，所以这我嘛有炸牛岭来吼，我拢细汉听吴老师的歌，今仔日牛嘛拢听吴老师的歌。听吴老师的歌的牛岭，你来啉看嘛咧吼，绝对赞的。一定特别好啉的吼，浓稠。来，真的哦！你这是拄啊，他倒还是倒3工啊？无啦，新鲜的，新鲜的。你当来来品尝一下哦，这里早起来都无方便啦。哦，我仲爱啉鲜奶的呢。咱这个所在吼，咱个大行道牛岭所介多，另外当来到咱柳叶吼，食这个牛岭。系啊，你另外你嘛爱讲一下口感。对呀。口感怎么样啊？啉一杯呢，知啊，一天啉3杯咧。我有炸3罐来，你炸3罐哟。我啉我感觉咸哦，你睇。他们烫好贵。就拍啦，我已经带了带到变去了。像吴老师的迄种高纤质的这个情况咧。我这边唔来牛岭吼，会当来阮遐佚佗吼，来当来遐啉牛岭，都会当去阮遐吼，嘛咧用坐就较早咧。偷抽甘蔗的甘蔗车啊，吼，我就用这个有那车，这种是种文化创意。对，文化创意老师喜欢这的人文啦，吼，我们用咱的人文甲咱这在地产业甲伊结合做伙吼，时间会当来阮遐行看看。好，哇，这个建议太好了。对啊，周休2日可以去玩啊。所以我们那啉牛岭，用什么歌来代表这个？点什么歌？我来点一条卡修嘛是你一人，哇，多叫饮了就我牛岭，袂歹哦，这首歌我来唱。好，现在，边啊这个唱了真水这个哦，看起来哦，看到嘛唱歌真厉害哦。不呀，你唔敢念。对啊不，请问你是？大家好，我也是那个吴金华医院工作室的传唱人之一。传唱人，有高手来啦！哎呦，那意思是说要上来跟我一起唱？哎呦，是吗？是来听管的吗？都很优秀。这请各位听啦。欢迎，你两个朋友。是同日嘛？对啊，我就是吗？哦。哎，前面给他看解药啦。我给你看到我老人呢？人拢看人，无咧看狗的啦。你叫人甲你看，你看。来啊！哎呀，这老表演。我也在看着。他是在演的，我们在演。听歌对喽，好，来，那我们一起来。你们两个头发画起来。对啊，有这样的吗？感觉有点像，真的，哎呦，没办哟，我唔知我叫水呢。为啥？大家好，我姓尤小姐，来，是的，跟林珊一起来合唱，来卡修，也是你一人拍拍的。哦。你
对呀，你应该去歌唱比赛。对，我也是歌唱比赛出身的。哦，哪一个？啊，哪一个？没有啦，伊是阮真卡吼，是四个大大小小阮嘛有比赛场啊。对，今日男是阮的仁和里的司理长。是。对，一直酷许咱迄个吴庆怀音乐纪念馆。对，今日起因是因为他啦。好。对。那我替你报名那个超级红人榜。啊，我唔敢啦。刘颖啊，乡亲好不？好。哦，这个真牌人。你真是受贵哈。灯光。这精彩。谢谢尤小姐，谢谢。哇，好厉害，谢了。哦，差不多。喂，郭先。你们来介绍呢？那个刘雅区的吼，那个区长，区长你好。李区长。谢谢你好。要来好好来介绍咱这个所在。谢谢。嘿，咱的特色，咱的优点是倒位，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今日多是小弟来刘雅服务多满半年。满半年。感觉刘雅真正是一个足水的所在。是。啊，感觉刘雅的人是较早的前辈，像吴敬怀老师，像就这前辈为刘雅付出就这的心力哈，感觉是刘雅是真正足好的所在。比像今日落这大雨，浇不起我们友谊相亲的热情。坚持。借问爱情，就问爱情，跟大家分享的对吧？是。哇，真好，满满的爱跟大家分享。你爱情不顺利吗？他说，他就在笑。爱情不顺利，你的爱情有问题才要借问爱情吗？刚刚借过爱情。像爱情这件事情，是我们人生很多的动力。像我们吴敬怀老师也真的是为了爱情哈，真的激发这么美好的歌曲，真的是爱情，真的是人生很大的一个动力。说得好，大家相亲相爱，来就问爱情，自然来。我来唱，不过这首是我的新歌，所以这首歌嘛是咱台南的老师写的，石国人老师写的，所以来分享给大家，一起来欣赏。来，台南出道了，拍家破来。爱情，问爱情，就问爱情。来，台南县县歌，辛苦哦，大家辛苦。陈思恩请来了。谢谢大家。好棒好棒哦。谢谢。爱情
你开完这钱。对啦，发自内心的啊，拢会得出久啊。对啊，谢谢谢谢，就甘心啊。啊，林山你的后援会？我后援会哦，我后援会你的。林山加油，林山加油！我留下来的用心实在是吼，太可爱，对，好可爱哦。取消许教是后援会里的。输啦。后援会区长我苦啊，哎呀，规区拢伊的啊。对，你这区才偌大区啊？大区的。借问爱情，伊大家真欢喜，希望借这个爱情哦，和大家拢有一个真好的生活美满的感觉。是。嘿，今摆过来这边这位呢，是咱的社区的理事长，陈理事长你好，来，哇，咱两下。你好，有声。主持人好哈，各位有请大家好。我是中溪社区的理事长。是。我今仔日3点就来这支援吼，做时间啦吼。虽然今日拢落雨，时间拢落雨，但是嘛做了真欢喜啦。今仔日会当来参加咱这个吴俊怀吴老师的100岁纪念游泳会哦，感觉与有荣焉。因为阮平拢是柳营人，所以讲我今日借着这个机会吼，要点着咱这个吴老师的一条歌。是。可爱的回蕊来送我的太太，送我的太太。哎呦，跟太太感情安怎如何？今日有来无？啊，快笑无你！一个成功的查某人背后拢有一个真伟大的女性。因为这是敢若阮夫妻的迄个写照啦吼。这咱讲唔甘迄个吹风晒日啦吼。哎呦，你拢无拍你咧拍到乌嘛？你拢凊彩讲讲。是爱伊迄个窈窕，爱伊的香味吼，还是爱伊的迄个夫妻，爱伊的迄个纯真啦吼，爱伊的有情有义。所以讲我人某啊吼，哪有今仔日的这种生活？这边来，咱姐，金姐。哦。我这角度看伫后边，看恁做。对，过了挺好啊。这个汤有较超罗啦。写几个？3个。3个哦，袂歹，生产报国啦吼。对。那这个感情呢，继续维持咧。当然咯。无关生几个，无关变贤惠，拢一定要坚持。好，这个回忆是三回忆了。对。好，安尼好。好听的歌来献给伊。吴老师的歌吼，我捌足济啦。但是我感觉可爱回你上歹唱。哦，就歹高温啊，嘿啊，高温18万，对。伊3版的歌吼，有阵时伫第3版，我会真正没办法。对，那一般的那个台语歌吼，等咱谁个根本不敢唱。我讲这些吼，就是我无要唱。无啥物唱？你。对，我今日有备而来。我这里，我第一个那个唱着吴老师吼，这首可爱回蕊，我刚刚说哇天哪！这个歌真的是太经典了，而且我听过以琳姐还有洪荣宏大哥在这里唱款，我真的被揣摩。对，然后还有听过更多这些版本，大概味道都不一样。是，刚刚听到这位大哥跟老婆哈，自己老婆这么贴心哦，这么好哦，我觉得被他吸了。对，就觉得这首歌唱下去更好意思，会有你的味道出来。对，而且后面林丹演起来，可爱回蕊。哦，谢谢。
因为咱个张秀清小姐爱歌差不多10多分啊，才来到位。所以咱个时间呢，要请好好顺便时来甲你献唱，各位意见如何？哦，赞。是啊。来，天光的谢谢。他们是要听啊，这个听哦，我刚刚哦，大歌声，现在家里大歌声还有放着哦，来，那个我要强你懒条条，我要强你懒条条，我要强条条。来，老师打了你，对着我，对给我来。我刚刚那个里面有一首《情衣》，有人唱过吗？今天？情衣，刚刚陈琼美姐姐唱过了。有唱过了。我的就想想说。作词，我想想看。来。你们点一下歌啊！你们有想听什么歌吗？来，你家手就有来。像呀就。南蛮类型。你要站起来。你唱过歌？无啦，我叫无啦。你家手，小姐。来，点点。东针针的歹势。有两句就歌呢。你讲迷你古情。哦，迷你古情啊，谢谢。我外歌。你歌请哦，赞哦。听唱了哈，好，我来唱一段。那因爱我来离开你，我不知会行倒位去。我以后心情若稀微，心情拢无你通安慰。无论何来也好天。不管海角也天边，轻思念你，我对你情意，不知是苦也是甜，忘掉叫着你名放弃心头暗伤悲。乌云经过去，你我重新搁开始。谢谢，蛮应景的哈。谢谢两位老师，谢谢你的谢谢林珊，谢谢。好棒，哇，赞。我唱歌无人要听。你看我声拢唔要停对，用做迄个低口的我听。唱管，辛苦啦。唱管，诶。这西哦，不，西。
风的雨，风的雨，不会对我的雨，我的雨，不下浪漫安慰。我是为情爱舍己，为爱来心碎。也一个心会开。用酒来把醉，哦，老唱歌，放大家老唱歌。忘不了，忘不了你。忘不了你的也忘不了那的勇敢，忘不了你的痛，忘不了你的好，忘不了离别的惆怅，也忘不了那相思的孤单。寂寞的而今雪月清淡，冷漠的城市，而今迎风起扬，从不离的一生忘你。它叮嘱我的教训，一生生难忘，难忘，忘不了，忘不了春的忘不了有离别的滋味，也忘不了那相思的无奈。放假叫他唱歌，好厉害呀！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孝顺唱歌。眼泪有笑容里，是快乐送到你眼前，多么是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
努力，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春，小春，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给你。哦，赞哦，许孝顺的唱歌很好听哦，好棒好棒啊！看你能唱多久？南风又轻轻吹起，吹动着青草地，小飞起，哦，唱到快10点半了哦，10点半哦，开始活动。也朝着大地，地上情意。再来。好来夕阳，连成一片，飘了小雨。每当我经过这里，总有一切有你，还有一样轻轻手心，按着青草地。都像你，无论在哪里，那是我温暖的家，我住在哪里？哦，赞！午夜茫茫，日落陪清晨，一抹夕阳，一片寒风，转眼就去不见。等着黎明，找回往日笑语，盼望明天又是一个其实台语歌你太歹唱，但是唱出来咱唱好话。吴老师这款歌哦，咱头拄听迄个林山唱过来迄条哦，好来回你。哦，迄太传导的。台语的歌碰过写真多啊。啊是，咱不知道啊。你唱的歌咪拢就歹唱。打一个电话问看唱片喺度。叮咚。要搞。
做咚叮咚咚。咚叮咚咚叮咚咚哒哒哒哒哒哒咚哒哒咚哒哒咚哒哒哒哒咚哒哒哒哒哒滴。这个真香味呀！要求不一样的歌。现在少年人可能不太会这个歌，非常的优美，温暖之下。休息散步一点。人不要陪人等，咱不要坐这么快，我不要再听。还有，来后日迄个 KTV， 我你介绍一条歌，夭寿好听。现在歌歌词无共款，真正咧唱词，敢若伊咧广播词无共款个，甚至讲迄个最后一封信，我出来。是点咧？这个出好听。你头壳未变做讲，这就已经配了后，我配，这感情10分之的，简单的时间，感情写了真情。上段是拢无共款。一家就寂寞，遥远故乡，爱你归心，我心被爱打斩断情丝，最后只风也归心，家你不经尘。不愿，我不再念你那最一段离别，我最喜欢的，为了心爱的。那伊就也拿咖啡啊，拿咖啡还是拿茶叶。看这边，第二段叫做头就是白人，我今回是边，伊讲相亲那边我无奈，已经让人平平就我快乐，就我幸福，最后就我思念心中的就比阮依然违背良心，何必给无情？我讲伊就要回家啊，伊总是一直去回了，以后就。甲对方讲哦，无，甲你出做去啦。这世人到遮，因为你甲我切了后，我无想要搁继续感情的生活，所以人生的爱情到遮我为止。你那多的伤心难归心。就我的心声慢慢下去，
最后一封也配。再会爱情，再会爱情，从今以后我爱你的大桥，甘愿辜负一生，不愿爱情。哦，我们这个太美妙哎！哦，好棒！还有还有唱得好。那个吴俊彤呢要来彩排，好，车，伊迄个对一下歌啦，我演唱的才来买票啦。哦。但是我无要开钱，打不了。很有创意啊！黄雀舞。有创意，你看，哎呀，那背光，背光的呢，大家拢想要注意啊，他要气起来。背光的，然后也，OK， 那这边在介绍呢，那个戴天院的刘祖伟哈。来是不是呢？站起来来让大家呢，来你掌声鼓励一下。感谢你，感谢你。哦，感恩。这最好朋友大家因为你呢，提供这个场所，有一个呢快乐的暗暝。好，谢谢你，谢谢。感恩刘祖伟。拜。那我叫你也不再坚持的啦。一般他9点半拢跟你困啊。因为我6点6点1半我就是行路转来，我等于困一困啊。今天我伫咧。哦，这边要10点半。那个咧。你这经济应该说10分钟了，因为电话打来了，差不多。得来不易啊！哦，得来不易，热情，温馨。10点半了。哦，超过晚上10点半。哦。还有很多人在现场。那边有车的朋友头前有心情会再来坐我点。下雨都。他站着脚会酸哦。
你看做过垃圾啊，我就要吹一个，我是我地互你啉，唔使无啉啉无完，地互你啉。哦，头先有之前为什么地给坐下来？他们怎么讲？这个咱们就是秀平啊，吼，咱们的新妇哈，哎，伊就今日去广场，哦，人叫伊经济定位钱摕做分分的，哦，安尼讲有道理吼。我大家咧家己你们算钱诶。亲爱的小鸟，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你？有时点讲吼，你若去 KTV 只点吼，叫做刹车调、刹车调，很短，刚入曲。在大地上高高桥，也到大地英国英国酒，谁在车来一滴油，刚大爱大花蝴蝶。就是这句，是多年，这刹车调，刹车，还有那个，然后就投入的愿望。唔是，这个有车路甲无车。我这条街对车路着阿嘞车。真正是条，这个有车路甲无车。这种真实切。拢知人安怎弹，还只高。千秋梦夜，山登咱要总繁华过去，来把对错你。阮虽然也少年，拢在看。如世山就来离开，美舞的心意。虽然无人替阮安排，相爱在一起。来呀！最急推出来。人嘛是那讲较真辛苦的，那互相谅解啊，有好可能影响住。他的风雨的世界，当兵大口西的浪，吹起的来自东京我的太清早，是我无遗憾，虽然就天也就迎来，怕到我大，那谁敢动你就是人。久啊，袂熟啊。是的，我不是。